嗱，講件好古老嘅歷史真事先啦。公元前嘅593年，齊國啦，同一時間接待晉國、魯國、衛國、曹國4國嘅使者，咁又咁啱得咁巧啊！晉國嘅使者匕克啦係單眼，魯國嘅使者季孫行虎啦光頭，衛國嘅使者孫良夫咧跛腳，曹國嘅使者公子手啊駝背，咁即係話咧都有殘疾。咁嗰個時候嗰個齊景公咧就年輕好玩，為咗博個媽媽一笑啊，特意就揾翻單眼嘅、光頭嘅、跛腳嘅、駝背嘅咁4個殘疾人，駕起馬車就迎接佢哋去賓館，然後叫定佢媽媽咧喺路邊一個高台上面等住睇嘢。咁佢媽媽咧見到4架馬車上邊，單眼就再單眼，光頭就再光頭，跛腳再跛腳，駝背啊再駝背，咁就哈哈聲笑起嚟。嗱，齊景公咁做啦，梗係太過分啦，好傷感情噶嘛。咁結果咧就引發咗一場戰爭。你話係咪唔衰攞嚟衰？咁我哋廣府人咧都明白人嘅普遍心理啊，係唔受得咁樣嘅侮辱噶嘛。所以咧，我哋就養成咗咁樣嘅習慣，喺某種殘疾人嘅面前咧，最好咪提及能夠聯想到呢種殘疾嘅事，再引申一下。如果人哋有咩不堪回首嘅往事，我哋都避忌嘅。咁呢類避忌咧，廣府人呢就叫做崩口人忌崩口碗。喂，琴晚大暴雨，你屋頂流水啊，好似水簾洞咁喎。下次啊有啲咁嘅情況啊，嗌埋我幫手接水啊嘛。哼，琴晚咧我見到1樓大水浸，啊有個人啊俾水浸親，啊而且係個阿婆幫佢做人工呼吸嘅。啊喂，嗰人好似係你嚟喎吓？唔係，點會係我咧？係咩？哦，咁我要話聲俾阿婆知啦，下次唔好咁蝕底幫人做人工呼吸，叫隻狗幫我做好啲。啊？唉，真係崩口人忌崩口碗啊！咁講到崩口人忌崩口碗喎，一般咧係想提醒人啊注意第個人嘅感受，而有啲時候咧自己嘅事啊，亦都有啲類似於崩口人忌崩口碗嘅喎。嗱，又講啲歷史啊！呢度就唔講到公元前咁鬼遠啦嚇，講400年前咁上下噶啦嚇。咁講嘅係清朝滿清。嗱，先翻去舊帳啦。我曾經講啊，清朝有12個皇帝，有人話喂唔係噃，書本咧都話由努爾哈赤計起咧有13個嘅噃，而我咧就偏偏係唔計啊努爾哈赤。我嘅道理係啊。努爾哈赤到死嗰日啊，佢都仲未知道有一個大清國，咁佢又點能夠做大清國嘅皇帝呢？佢做嘅只係後金國嘅皇帝啫，將後金國改名為大清國嘅係努爾哈赤嘅仔皇太極。皇太極就諗得比努爾哈赤咧深遠咯。須知啊，後金之所以叫做後金，就因為前幾百年啦，佢哋女真族已經有過一個叫做金嘅王朝，而岳飛抗金抗出嗰種名氣啊，使人哋一睇呢個金字就摩拳擦掌噶啦。皇太極改國名啊，自然仲有好多考慮，而個金字啊一定唔用得，就正正係合乎崩口人忌崩口碗咁嘅道理。嗱，民族同民族之間，人同人之間啊，長期相處咧，多少總有啲摩擦。所謂洗碗都會有相碰啊嘛。咁雙方結低嘅舊仇新恨，究竟邊邊在理一啲啊？咁樣係邊個都冇辦法講得清嘅。咁既然係咁啦，識諗嘅人咧，就會按照崩口人忌崩口碗嘅原則，一於唔再提起，着眼於今時今日同埋未來，將一啲唔愉快嘅往事，可以抹得去嘅就抹咗佢算。下邊越級挑戰嘅題目就係邊種唔係真正嘅魚呢？ A 多寶魚， B 失魂魚， C 大地魚，D 娃娃魚。
喺聽晚6點前發送838加答案編號到1066620，答中嘅朋友呢就有機會獲得價值300蚊嘅豐富獎品啦。通過以下網址或者係短信方式向余老師提出問題，都有機會攞到獎品嘅噃。越講越過癮，我哋下期再見。